8月27日星期四，有識之士，牛油果芝士 Vincent 生日快樂。8月27號發生嘅事係女神異聞錄30週年 Pop Up Store 正式登陸香港，喺啟德體育園啟德零售館舉行，現場有多款快閃限定周邊，仲有新品等等。然後呢個快閃店有3大亮點：一、紀念 Persona 30週年慶典；2、發售限定周邊新品；3、作為一個全新嘅地標，方便玩家聚會打卡。唔知你有冇玩過或者聽過 Persona 呢系列呢？俾嘅話，聽啊，好耐之前聽過，玩呢？5年前玩一啲之後，就一直瘋傳到而家，都冇玩。但係而家有心郁郁想買佢新啲嗰一座，仲糾結緊，都唔使糾結啦，好似已經過咗呢個叫咩有節嘅時間，因為等下次再節啦。今日睇咗係你生日嘅分享，就同你講一個俾喺笑話合集入面揀出嚟嘅爛劇啦。馬點解要食大笨象？俾5秒時間你去思考。5、4、3、2、1，零。答案係因為捉緊象棋，哈哈，好笑。今年上帝牛油果芝士 Vincent 講嘅嘢係，你竟然係用咗筆畫嘅 icon 之後仲改埋名，明明係頭盔嚟，點解唔改名做頭盔芝士 Vincent？ 不過呢，比而家對 Vincent 嘅印象係，比知道你好少講嘢，但係呢，你每一台都喺度，你已經習慣咗，你係安靜啲嘅有識之士，係啦。不過比覺得咁樣都幾好，因為係每個人都有自己享受直播嘅方式，係，所以咁樣有睇比嘅話，比都好開心。如果你都享受咁樣睇比嘅話，就好了。另外呢，仲有就係之前見到你帶呢個比公仔出去影相都開心，呢個好似上年都講過。嚟緊再出新公仔嘅時候，你又有新嘢影，希望你仲會帶出去影。希望可以快啲有寄嘢俾你啦，都有唔少會員福利之類，一直未寄。係啦，希望你今日生日又過得開心，又食一啲好嘢，好好地休息咁樣啦。最後再次祝你生日快樂，希望你除咗生日睇到呢條祝福短片會笑之外，每日都開開心心啦。拜拜。